来，大家好吼。因为真侪朋友拢有讲想要学咱台语罗马字要安怎写，拄好我差不多10当前家己伫学校嘛有学过啦吼，后来是家己有兴趣，认真搁去学，搁去写，搁去看，搁去读，有一寡算讲一寡经验，想讲试看卖，录看卖吼，录一寡咱教学的录影带，互咱遮朋友。若要学，毋免讲干那看册，因为看册有当时真正是会傻无啦吼，无人通问。咱用录影的方式吼，看会当互大家要甲这物件学起来较轻松袂。若有啥物看了，若有啥物建议吼，则麻烦大家较搁甲我讲。来因为我手头有即本白话字基础教材，这基督教长老教会因总会伫几若当前的一本册。若大家有兴趣，我搁找看即个资料无，因为这我几若当前买啊吼。咱的主题，即个白话字，你若有看过人写 POJ 吼，白话字的即个基础教材，基本上伊就是教会罗马字。吼，咱的目标就是互大家会当写，会当看，会当讲我也毋知讲咧汉字要安怎写，台语汉字要安怎写，从无度写无度读吼，安尼其实真艰苦。基本上伊内底有几若段的课程，我可能就是一个影片录一课安尼。第一课，咱废话莫讲伤济吼。第一课咱要教的是上简单的母音，即个母音来讲，头先写互大家看吼，共款参字语共款 a e u a o， 歹势吼 a e u a o， 若敢若咧写吼无啥问题，毋过即种问题出伫倒，你知无？会出伫即个物件。咱台语毋是干若即个 o， 你若英语也是日语，咱习惯读即个读 o， 基本上咱即个物件读做蚵仔的蚵吼，若要读乌仔的乌吼，也是乌索索的乌，咱着搁加一点，所以咱其实有6个基本的母音 a e u a o o， 这是你第一个会遇到困难。吼，因为咱头壳内底已经第足侪用过其他咱学过物件，所以算讲迄是一个你的基础，但是同一个时阵嘛是你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要安怎讲，会互你卡掉的所在啦吼。所以你甲这当做一个新的物件，莫家想讲这是英语还是啥，这就是台语，咱的主体是台语，只是用即种罗马字来写。所以一个你爱去练习的就是看到即个，你知影伊是蚵，一个这是乌。有人咧讲吼，因为一点吼伫咧写，也是咧印刷顶有当时设个点你看无。所以你若看人有新的版本吼，像迄个台湾罗马字，对，应该是教育部迄套吼，因用2个 O， 我若无记毋对用2个 O， 我嘛有看过一个版本是用安尼，所以你若看到人写安尼甲安尼吼，伊就是咧讲即个 O， 吼，这是咱第一个要甲大家介绍的。煞来呢，即几个母音当然伊会当2个也是3个夹做伙，变成新的母音。我照册顶悬的迄个顺序来甲大家讲一下吼。第一个会当夹即个会当夹即个u， 吼，所以咱台语有 I， 吼，看到白话字看拢无哀叫的 I 吼，搁即个凹，吼，有个人硬要讲凹的凹，这真简单。咱若对出来呢，共款你会当对转来你嘛会当对过 u， 毋是 u 歹势吼，迄个英语影响着，对着即个 u， 搁对着即个 a， 所以咱搁有3个就是用 开头的吼。即个有呀，搁有一个 u， 搁有一个腰，吼，摇囡仔的腰。煞来呢，即个共款，伊会当去对别个。毋过咱伫遮吼，台语内底咱敢有一个音，就是即个对即个，迄个叫做威，互咱的螺丝牙吼歹去威去迄个威，吼，搁煞来迄个用即个去出发吼，即个咱另讲讲，即个对过来吼，伊会当对头前即个甲即个，这足奇怪哦吼。有个人会想讲迄个即个 u 毋是会当挖吗？吼，毋是会当挖吗？吼，但是咱伫教会罗马字吼，咱伫白话字内底是惯是安尼，伊会用即个字。你讲这要哪读？这是 o 啊，所以其实伊就是挖。当然咱习惯性吼，
逐个人担咧学时阵，会想讲是安怎无写即个话，即伫台语内底因已经改做是安尼啊吼。啊，毋过我个人吼感觉，即个其实有伊的好处啦吼。啊，咱以后还佫讲，我其实即马想无一个较简单的、较明白的理由来甲大家解说吼。啊，共款，你若讲话呢，话咱大部分的人无学过，你会想讲安尼写就是话，但是伫白话字内底伊是安尼写，吼，伊是安尼话。啊，煞来，所以即个毋是咱白话字要写的吼，你写安尼人有哪看有啦吼，台语是安尼写，毋过白话字咱是安尼写。啊，佫剩两个吼，三个母音夹做伙，一个是枵，我录音的时间中昼吼，捌肚枵，等下来食一个吼。啊，无会歪腰，枵甲歪腰会歪，共款哦，你注意哦，这是歪哦，啊，毋过伫台语内底伊会写歪，会写歪，啊，毋过咱遮毋是要学即个，咱学即个，但是这其实真简单啦吼，你若看惯势吼，即个对应拢足紧的，所以我拢讲台语甲教了吼，你学一套，另外一套你足紧就看有，重点嘛是练习啦吼，爱练习才会使。啊，我教大家要安怎去记即个物件吼，你讲即个物件吼，咱台语敢有即个音，学伊无吼，无即个音，即完全无即个音，但是咱就为即个音，所以吼，我家己是安尼记的，我当初是安尼记，即摆免记啊，因为已经足熟个。即个有吼，平时拢做尾仔尔，伊拢做伫尾溜尔，伊拢一个尾仔，然后像有写动物吼，有一个尾溜，一个尾溜安尼，所以伫尾仔拢是有，但是即有若带头前，这是头伫倒位？咱定咧讲乌仔字吼，即个头，所以乌伫头前，安尼应该是算好记啦吼。除了即个是特别的，因为咱无即个音，咱干那即个音，用微即个音，其他呢，你若想着哇、歪即种音，拢是乌吼，你要记乌仔字吼，当然咱台语内底无即个吼，安尼帮助大家会当甲记起来。所以今仔日吼，来咱搁复习一下吼，咱换张纸，对我搁想一摆，啊对吼，歹势转来，搁讲一个物件。即个物件是我家己惯势安尼写吼，你安尼写的人就看有啊啦，你安尼写，这是我家己的惯势，我用文字迄落下一个小我安尼写，所以咱来看，六个基本的母音吼，就是啊、i、u、e，这是爱乌一点才是乌，吼，安尼应该有那真好记。啊，过来因这个组合吼，共款咱对I来开始，咱有 I 即个音，咱有 O 即个音，啊变过来呢，咱有呀即个音，咱嘛有 U 即个音，啊咱搁有一个腰，吼，啊过来，即个要做头就是微，螺丝甲微去的迄个微，啊剩的呢，即个做头的有几来，一个是蛙，一个是尾，啊搁一个是头拄讲的歪，吼，这伊拢是头，啊伊拢是尾，啊敢若即个是头，啊所以你讲即个变过来吼，咱讲头甲尾吼，即个变过来做趣味哦，你看，这是 Y， 啊变过来是对一个音，枵，吼，枵甲 Y 枵的枵，有看下吼，就我头仔讲的啦吼。当然，当初迄落咧设计即个系统时，应该是安尼想啦吼，这是我家己用一个较好记的方法，就是这个是头，这个是尾，有无吼？一个 Y， 一个枵吼。所以今仔日咱就是先甲大家介绍这个，啊等你若即个物件熟吼，这个第一个遇到困难，啊第二个就是即个用 O， 用咱习惯英语的 O， 但是咱伫台语是 A， 啊伫头前伊发的音较接近迄 U 吼 ，U 啊 U 的 Y， 啊伫后壁再用即个 U， 啊除了即个，这是特殊的吼，位，好，感谢大家。